会啊吼，伊要甲每年3月14，王玉林私人检察官伊互掠去迄一天呢，甲定做台湾的私人节哦。啊，王玉林呢，一般人若是知影，拢是知影讲伊著即个检察官吼，伫嘛是28的即个时阵呢，去互国民党掠去哦。但是呢，较少人知影，其实王玉林伊嘛有写诗啦，伊的诗嘛写了真好呢，所以呢，咱笔会呢，嘛用讲，因为伊迄个时阵少年时嘛有写诗所以要甲伊互掠去，互国民党掠去迄一天呢，定做台湾的诗人节这是最近较主要的两个新闻其中呢这一寡相片像这是这王玉林伊的公主这个伫今年的咱这个228歌诗文化节的时阵呢，伊嘛来参与咱台文笔会的理事长就是这个陈正雄呢理事长呢伊嘛代表咱笔会送一个这个这个勋章互本来是要表示对这个王玉林私人检察官的一个敬意由伊的公主呢代表来接收安尼接下来呢，咱这个像这个呢这是每一年差不多228前后啦拢差不多3月初时，咱伫台南呢拢会办这个228的歌诗文化节这已经办120档拢办真久咱办这个目的呢咱是要互伊变做228会当有民俗化为啥要互伊民俗化呢？民俗化有啥物好处呢？是咱无看到你的 PowerPoint 即摆无看到遐。嘿，即摆敢拢无，位头到尾拢无啊？嘿，即摆开始变无，你敢要当个顶放一遍？等者拄则无安尼我去看觅所以是到对一张无看。自头就无看去，嘿。位头拢无嘿，位头无看，嘿。安尼即我快速快速嘿。安尼有啦有安尼有嘿。好，等者安尼呢？安尼敢看有？安尼有嘿。你会当较大，会当互伊个 full screen，然后较大诶。我即摆是 full screen 呢，恁看到是 OK 好。有有较细字淡薄我遮用我即边用较大字看嘛。好，这相片即摆有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安尼使这是即个228的即个歌诗文化节这咱等下嘛是会去说明讲为虾米咱会有即个民俗化的即个活动包含咱要甲林茂生甲定做未来台湾的教师节，这嘛是共款就是要互伊变做民间足自然，后摆想到就是会想到伊台湾老师教师的即个模范就是林茂生啦，毋是孔子啦因为现此时的即个教师节是中华民国定的，是用9月28孔子的生日来定的这是咱即个228的即个民俗活动今年的情形包含咱嘛有邀请到即个李瑞汉的即个公主李英昌先生呢，伊今年嘛特别出席咱即个228的即个民俗活动呢，咱甲官方办呢无啥共嘛应该讲真无共啦真无共的特色啦官方办呢拢是较正式出席的可能拢就是甲官方遐政治人物尔咱即摆就要推动，互一寡228也好，还是讲一寡台湾的高人像讲林茂生、王玉林遮呢，互伊变做咱的民俗的活动之一，足自然咱就去想到就亲像讲中国因咧讲到即个讲肉粽节就去讲就会想到即个即个啥物即个跳港即个即个爱国诗人啦其实呢，像伊遮的即个故事呢，迄拢嘛是中华民国因伫差不多1930年代尾呢因才用出来
然后来到台湾了呢，则甲遐即个故事呢变做教材内底，则变做即摆诶人开始嘛咧过即个端午节啦，咧纪念屈原啦，用甲伊编做是咧爱国诶诗人，但是屈原认真讲呢，甲咱台湾完全无关系伊甲咱台湾其实是无关系颠倒若要讲爱国诗人，应该爱讲迄个王玉林，伊毋则是爱国诗人，为着台湾去牺牲，去互外来政权杀死，也是讲要讲到即个老师做教师，老师的模范，毋着爱讲咱林茂生教授，毋则对所以咱就是要推动即款的即个民俗活动所以咱为10几当前开始呢，办即个228，用台语念歌诗来纪念遮个先辈之愿呢，咱伫活动了。咱拢会推说食鱿鱼糜，甲食即个228的糕即个228的即个食鱿鱼糜呢，我想真侪人拢知影即个故事典故就是甲李瑞汉因迄当时1947年去互掠去互国民党掠去，迄一暗呢拄好因兜的人因佫有几个朋友因伫遐拄好要食即个鱿鱼糜结果袂赴食完，结果就去互国民党掠去。所以尾伊的家属呢，每一年呢，编到即个3月初10，伊的家属李瑞汉，甲因小弟去互掠迄一天呢，拢会食鱿鱼糜来甲伊纪念，即种的故事是真实的，确实都发生过的故事，无像讲屈原迄完全都是国民党去硬编出来，讲啥物为用即个肉粽呢，就是惊讲伊尸体去互鱼仔食去，才来做即个肉粽。迄是完全是神话，但是咱即摆食鱼嘛，这是真正真实的故事所以真侪人呢，听着即款的故事了，拢真感动所以咱就是要互伊变做讲，未来台湾呢，即个228的民俗化了呢，变成伫228，咱咧纪念是拢会变食鱿鱼糜，这嘛变成咱台湾一个特色文化一个特色。咱伫进前前几年时，咱嘛特别做即个。228的碗公啦就是咱迄当时设计讲，咱要食即个鱿鱼糜，甲即个糜呢放伫即个碗公内底，碗公的下底内底呢，咱佫有写字228公字，用即个台语白话字来写的这象征意思是讲，咱爱合齐，逐个爱同心，做伙甲即碗糜食完，来分担着这228受害者因的苦难。佫有因的毋甘，咱咧替分担，做伙拍拼，甲食完了，咱才会当看到碗公下底的即个228的公字这是当时设计的概念是安尼这碗公的外缘呢，就是用台语罗马字呢来设计，即个外形呢，看起来像台湾的即个意象后山后海的一个感觉这是即个台湾一个意象除了咱办即个。228的即个活动民俗化的活动之外呢，咱嘛是咧推说，就是讲除了迄种有当时有的人民众无一定方便会去参加即款的即个活动但是你若无法度来参加嘛无要紧，踮厝嘛会使做。所以呢，迄当时呢，咱嘛鼓励伫 Facebook 看逐个会当来。228前后的时阵呢，踮厝家己撒一碗鱿鱼糜，然后甲厝内事实甲因讲228的故事，互因知影。安尼呢，咱才通一代一代传落去，才通建立咱台湾人的一个民族意识出来。所以迄当时呢，我嘛是为10几当前差逐冬的差228前后呢，踮厝拢会煮即个鱿鱼糜。这是迄当时囡仔要细汉的时阵着。互因食鱿鱼糜，然后甲因讲一个简单的228的故事，用囡仔听话方式去介绍。咱若会当逐个人拢安尼，每一年讲一届，每一年讲一届，即个故事伫囡仔伊成长当中一定拢会记条条。伊大汉伊就知影228的产物对台湾人的意义是啥。咱着爱像即款，就是互伊变做咱台湾人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民俗化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即个
不只是越南，不只是咱台湾安尼吼，就讲包括像越南咧，伊嘛是共款，尤其越南因2、3千冬来呢，会当对抗中国的侵略，其中真重要嘛是，就是咱拄才讲的民俗化。咱若迄个检验越南的民俗活动内底，90%以上差不多拢是甲对抗中国有关系。因的越南意识拢是为生活内底就开始讲啊，无论是古早的神话、民间传说，还是到现代的因的节日，差不多90%以上拢是讲，拢是对抗中国的吼。即像讲上古早雄王的故事，哦，这是因的雄王的祭典。吼，啊，咱台湾一家小妈祖尔啦，吼，像讲最近即阵台湾拢咧小妈祖，哦，啊，结果妈祖拢互利用去统战，哦，啊，人越南毋是，越南呢，因3月毋是小妈祖，因是咧小雄王的祭典，因的雄王祭典嘛是一届拢几十万人的哦，哦，像咱即摆看的这吼，即摆看会到啦吼，投我片迄个相片有吼，哦，因的一届嘛是拢几十万人呢，安尼雄王就是因越南的开基祖啦。会使讲简单讲，就越南的开基祖啦，所以因的民俗嘛，拢是咧建立越南的主体性，过来像讲，因以前呢，历史上因有足侪起义对抗中国，牺牲去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人呢，因拢甲因变做英雄，然后拢差不多有庙啦，拢变做民俗活动，变做民俗的即个节日其中的一种像讲这是义政夫呢，这是他足早2000当前，两个姊妹啊上早带头来对抗迄当时的古中国的，叫尾啊可惜就去互中国台，尾啊因有真侪庙，就是义政夫人的即种庙，变做因的民俗活动。过来像讲五会啦、单行道啦、浮动天王等等，真侪啦，这真侪，这因为今咱重点无伫遐，所以我就无要加讲，就是讲伫越南人发度2、3千冬来，成功对抗中国，保持着因的语言文化，真重要就是甲遐个越南意识和民俗化、生活化，这是真重要的。过来，咱今仔日就要来讲林茂生伊的贡献，伊的贡献真侪人拢敢若讲着讲伊的英文、德文、日文足够。拢敢若讲到伊个外文的部分，但是其实呢，对咱台湾来讲，伊更较重要是对着白话字的坚持。这咱应该嘛讲，伊无放弃白话字，无放弃台湾人的母语伊本身家己甚至佫有咧创作，有咧鼓励，咱后壁我嘛会介绍。所以呢，咱讲到即个白话字白话字是啥呢？当然，咱在座的人话可能嘛知影，话人可能也无清楚。我简单我小讲一下白话字早前上早是为传教士传起来，嘛是咱台湾上早的文字像咱台语白话字呢像这呢是第一份台湾的报纸1885年所发行1885年发行这个文字呢，咱到即嘛还搁咧用包括林茂生教授伊嘛伫用伊嘛佫有专栏，伫即个报纸内底，伊嘛有专栏，而且伫遐研究讲咱台湾话未来要咱发展较会好势。这是足侪人拢无去讲着，以往真侪一寡做台湾文史的，可能加减会讲着林茂生教授伊上早去美国摕博士文科的博士，佫摕着即个教育即个博士还是讲伫读东京大学，拢敢若讲着这，但是拢足少去讲着伊对着白话文即个贡献这咱等下嘛要详细介绍这呢伫越南，咱甲越南嘛是真共款啦越南伊的第一份的报纸1805年，加咱20冬尔，早咱20冬尔毋过人伊的越南的白话字已經變做國家的文字，變做唯一的正式官方文字。但是咱的白話字到今中華民國政府嘛還無甲你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嘛還無承認認真講呢，即個咱過去讀冊攏講着五四運動影響着台灣，這是毋對的這是中國人的觀點中國人的觀點影響着台灣遐讀漢蚵仔先，遐讀漢字的遐知識分子，結果因着接受中國的觀點。毋過若是就白話字的角度來講，毋對，迄是拄倒柄的。
五四运动颠倒是受到越南甲台湾的启发。啊，有的人讲敢有影，啊，确实就有影。咱若用时间点来证明，甲时间点列出来就足清楚。送较大声，送较后壁，这就拢足清楚的啊。咱即摆来看觅咧，咱拄则讲台湾府城教育部1885年就有安尼，越南的即个家庭部1865年就有安尼。啊，我想要补充，越南的家庭就是西贡啦，就是即摆胡志明市啦，就是南越以前南越的首都啊，即摆南越的即摆即个越南南边的胡志明市一个大城市啊，咱即摆来看中国就好啊中国因五四运动一般就看你位地开始算，有的人位单独受1915年发现青年节开始算起啦1915年1915年，请问1915年较早，还是咱台湾1885年开始办报纸较早？咱早30几冬啦，咱早30几冬有的人咧，若讲到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若国民党诶，拢会讲乌色啦；若共产党诶，拢讲鲁迅啦，分别用因两个做代表人啦不管乌色也好，不管鲁迅也好咧，拢是比台湾较慢啦。讲到乌色，这我等下嘛做补充乌色甲林茂生教授呢，算是学长学弟啦，学长学弟安尼啦，伊拢共款是伫哥伦比亚大学的即个教育所拢是共一个指导教授杜威教授啦即个乌色伫遐呢读10冬读10冬较毕业啦，咱林茂生教授呢读几冬呢？硕士、博士两个做伙起来读，才读2冬尔啦。咱林茂生教授读2冬，就博士就退掉安尼。乌色读10冬呢，当然咱毋是讲乌色无好，咱无批评乌色的意思乌色真优秀，对中国来讲，伊嘛有真大的贡献，咱无甲批评。但是呢，咱我拄则用即个例来举例，就是讲，咱若用量化的角度乌色读10冬。咱林茂生教授读2冬，佫是硕士、博士做伙读哦，差5倍啦。咱若讲即摆咱伫用即个啥武汉肺炎进前咱无也讲台湾高端甲 A 字伫遐 PK， 看啥物人较强嘛，看抗体几倍。咱若安尼甲看咱林茂生加5倍啦，对无？乌色足敖足伟大 ，OK，伊佫做甲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呢。那安尼来看咱林茂生教授做5届即个中央研究院院长嘛无超过对无？做台校长嘛无超过但是伫国民党统治下，敢互伊做？无呢。伊迄当时国民党来无人才，要接受台湾大学诶时无人才，派林茂生教授去，敢若互伊做台文学院代理院长尔呢。敢若要互伊做代理的呢，含正式嘛毋互伊呢。你看国民党糟蹋人无？迄当时林茂生教授，伊伫咱成大嘛是咱成功大学第一个台湾籍的教授呢，第一个教授呢。这我等下嘛，佫会详细补充咱佫来翻头讲中国五四运动，无论你乌色也好，鲁迅也好你看因的第一篇的白话文。拢遮慢才开始呢。咱林茂生教授早就拢咧用白话字书写拢比因较早呢。拢比因较早呢。佫来有的人讲蒋教授，你才会当讲，因为咱台湾较早白话字较早出现，你着讲中国五四运动真正是受到台湾影响。你有啥物证据无？我有我有证据各位咱佫来看。你若去甲查即个中国伊有一个百科，迄个百度百科啦，类似 Wikipedia 的一个网站伊内底你甲查一个人叫罗仲章啦，卢壮章即个人卢仲章你若甲查
伊即个中国百科内底呢，就甲讲伊啥？中国文字改革诶，即个先败啦吼，你来看吼，伊是福建人啊，福建东莞诶人吼，伊才讲汉语拼音文字诶首创者啦。这是中国诶百度百科，伊嘛承认诶哦。罗仲忠是中国近代文字改革诶头一个人，吼，啊嘛开始提倡用即个拼音字诶第一个人哦，哦。啊，这毋是我后白讲，是因家己就嘛承认的，吼，包括你若去查中国上有名的左右光，伊专门咧做文字改革的历史研究，伊嘛讲着啊，嘛讲着罗仲忠即个人。啊，罗仲忠即个人，伊是安怎，吼，伊是安怎学会晓即个，就是讲开始有即个拼音字的概念呢？伊家己嘛讲啊，伊伫1892年，伊有出一本册啦，吼，测音字的册。伊家己嘛讲啊，伊就是受到遐个传教士的影响，伫厦门遐个传教士的影响，受到白话字的影响的啊。伊看到白话字讲迄好用，毋过伊佫徛伫中国人的迄个民族自尊吼，伊佫无爱完全照白话字来用，伊佫摕来改吼，改出一套伊所创造出来叫做测音字啦，吼，伊迄本册叫做一目了然心解，吼，测音字啦。啊，这伊家己讲的啊，吼，伊家己嘛承认，伊是看到厦门遐传教士的即个白话字，伊才开始有即种的概念，开始推广即个文字的改革。啊，罗仲忠因遮人开始推广了呢，尾下才传去北京，北京遐个另外一个王照，因也感觉讲，南平吼推广这拼音字真有意思。过去用迄文言文无下时代，所以伊嘛开始推崇王照的官话啦。啊，伊迄套就是类似波泼摸迄啦，吼，咱若话若学过波泼摸，知伊王照迄就类似波泼摸迄个概念啦。因就推广，伊嘛去办报纸，吼。所以你来看，中国近代白话文，敢毋是受到台语，就是讲台语也好，厦门也好，遐白话字影响。啊，这是中国因的即个文字改革历史的册，拢有写伫啊，只是因毋承认。啊，咱台湾人过去拢无想到啊，过去拢无想到，啊，着拢对啊汉蚵仔先咧讲啊，咱台湾着受着五四运动影响，才开始有新闻学。所以拢讲吼，台湾的新闻学为1920年代开始，迄拢是汉蚵仔先的观点。今仔日咱目睭闭开，看有白话字，咱就发现哇，史观完全无共。包括林茂生，包括巴克的穆斯因，人足早就拢开始用白话文去创作啊，去创作台湾文学啊，毋是为1920年代才开始的啊。1920年代迄是少数迄寡汉蚵仔受汉字教育的人，是1920年代才开始觉醒。毋过，你若传统受白话字教育的人，足早就开始用啊。为1885年开始办报纸，你看迄报纸逐个月安尼刊，爱偌济人会当写呢？有写作的人嘛有读者啊。所以为1885年开始，咱台湾文学就进入白话文，即个现代新闻学的开始啊。包括越南嘛共款，越南因的现代新闻学嘛是拢为咱拄则讲的家庭报遐开始算起啊。你看因越南近代文学史吼，像讲我前一站前几冬有翻译即个越南的袁当迄个袁当蝶吼，伊是越南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袁当蝶，伊的册讲到越南现代文学史，伊嘛是拢为家庭报吼，即个1865年开始算起啊，吼为遐白话了吸收到西方的遐个文学创作的概念了，开始变做因越南现代新闻学的开始的起稿啊。越南人嘛是为遐开始算的啊，这就是史观的无共啊。咱过去拢是汉蚵仔史观遐改掉，咱若改做白话字的史观呢，就完全无共去啊。像这是迄当时咱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这嘛拢还佫有留下的吼。这是公报社因复制的即个会当互人参观可以亲自使用的即个印刷机吼。咱讲到即个报纸呢，即部分因时间有限，我就快速带过就好啊吼。要证明讲吼，咱即个报纸内底呢，天文、地理、文学，各种议题拢有啦。
哦，你像讲这1886年日本的怪事，哦，这第一篇小说讲发生伫日本的奇怪的代志，哦，啊，过来像这呢，啊，北港马的新闻，即摆3月台湾咧小马祖吼，啊，这8月当前咱着报道文学啊咧，报道文学毋是即摆才有诶啊，咱8月当前着有啊，着咧报道讲啊北港马吼，啊，即个马祖出巡啊，发生啥物代志，哦，哦，啊，这是有关即个白话字遐诶历史啊，过来啊，咱要有新诶台湾文学诶即个观点啦，哦，啊，这个非常重要。好，接下来呢，咱就要来讲，啊，林茂生教授扮演伫啥物款诶角色？伊对着咱台湾诶白话字、台湾诶新文学有啥物款诶贡献？啊，林茂生教授伊1887年伫咱台南出世，到1947年呢3月11日，被国民党掠去受害，大伊呢大概伊诶重点啦，我有甲列做8项世界第一诶纪录啦。这我列这是因为我顶一站前几个月我伫阮学校诶即个行政会议啦，因为我即摆是担任台湾文学系系主任阮咧拢会定期拢会几个月就开一届全校诶即个行政会议，还是校长主持诶我有正式甲提案啦，就是讲咱成功大学诶图书馆嘛爱正名啦，用林茂生教授来加号名，做纪念诶图书馆，不只是台南市诶，迄是规个台南市诶图书馆。另外，咱家己校内嘛爱甲纪念啦，袂使拢无看重遐啦，拢敢若伫遐纪念遐战后遐中华民国诶时代诶人，颠倒这遐早期遐重要诶人，拢无要甲伊纪念，这世界级诶呢。所以我当时提案，甲学校提案诶时阵，我就列8项世界第一诶纪录啦，第几项呢？第一项，当然伊是即个第一个台湾人，为日本东京大学毕业诶即个学士过来，伊嘛是第一个咱台湾人诶留学美国，阁得到铁学博士，这呢我拄则嘛有讲到就讲伊呢甲欧式呢拢共款，共一个指导老师。所以因为共一个指导老师，佮共一个学校，共一个系所，所以这做好比较诶啦，这做好比较诶就咱拄则讲诶，乌色读10档咱林茂生教授才读2档尔呢，人迄当时毕业诶时阵迄个伊诶杜威教授呢，嘛真好意呢，邀请林茂生来讲来阿生啊，你遮优秀呢，2档就毕业你敢能留咧咱学校留喺遮教册人林茂生教授是讲台湾较需要我是美国已经遮先进人才遐尔济，但是台湾需要我，所以伊还是要转来台湾，奉献互台湾乌色就无共呢。当拄位当然这是我编的剧情啦这是互大家趣味了。乌色就无共人拄位指导教授乌色你是当时咧毕业论文写好未？才会写久。这呢也是台湾台湾即摆读博士极计敢若读9档呢，一般读7档你会当过2档算是迄个休学，拢总读9档。你若9档读无完，你着爱拗住完呢。像阮台文系嘛，有一寡学生呢，读9档读袂毕业，就只好拗住互退学呢。当然咱无否定乌色啦，伊真贤 ，OK 无问题。咱的意思是讲林茂生比强5倍遮强的人，结果台湾人，包括我较早嘛毋捌伊，我读大学以前无接触台语白话以前，我嘛毋捌林茂生遮强的世界级的高人拢无，拢毋捌啦。所以这是咱台湾教育的失败啦。台湾的教育内底拢咧教中国的物件，伊会介绍乌色，会介绍鲁迅，偏偏毋介绍林茂生。你像讲我拄则讲的，阮学校我甲提案，结果嘛无通过呢。你看嘛无通过，我还阁继续拍拼啦迄个过来伊呢，伊嘛是咱台湾第一个教授，台湾一个教授咱成大第一个教授。伊伫成大主要教英文甲德文啦，
啊，过来伊嘛是担任咱城大咧图书馆馆长做10冬呢，10冬嘛真久呢。城大图书馆开始筹备，就是林茂生教授开始的啊，当然迄当时是图书科啦，后来才变做馆安尼所以伊为啥迄当时会找林茂生教授来负责城大图书馆？伊学问上饱外文捌上济伊来负责筹备图书馆上适合的所以城大图书馆甲号名叫做林茂生纪念图书馆，有啥物过分结果校嘛佫甲敷衍了事啦我后盖佫继续提案啦佫来伊的博士论文呢，嘛是写教育的议题伊原文是用英文咱即摆呢有加台语版就是伊的即个组囝呢林英梅女士呢有帮伊翻做中文版，但是呢咱即摆呢咱佫有甲台语版台语版是由林俊玉长老呢都已经翻好有汉语版嘛有全语版这等下呢咱会请林俊玉长老过来补充即个台语版呢咱按算今年城大遮我要帮伊出要帮伊出即本伊的博士论文台语版，台湾人来读台语版莫阁读个中国话版本所以咱爱出台语版敬请各位来期待，咱今年会甲出伊的博士论文台语版出来过来，我拄则讲到的，上尾一点就是上重要，伊的白话，伊坚持白话字，坚持台湾母语，佮用白话字来创作台湾的新文学，这是一般其他台湾文书较少咧讲到，这是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所以以上我甲列做8项世界第一的记录这我送互学校迄个行政会议，我嘛拢甲送去这是拄好前几年呢伫即个敢若2017年的时阵迄当时拄22870周年的时阵呢城大图书馆有办一个展览啦迄当时有展出即个林茂生教授的即个伊的铜像伊的家属嘛有来参加但是就是讲较可惜啦，即摆这铜像拢收伫即个无正式公开展览啦就是活动了就搁收起来囥伫遐生地都市啦这我嘛是伫行政会议的时候，我嘛有甲建议，我是建议校讲无你项目嘛摕出来囥伫图书馆的入口遐，互逐个人要经过拢看会到，对无？这世界级的名人，你毋知爱囥伫遐结果呢，学校也无甲回应啦，也阁无同意啦我等下阁会讲较愤慨咱来看像这对城大也好，对台湾贡献遮大的，结果当场甲收伫仓库内底即颗呢，这是啥？鲁迅鲁迅咱嘛无否定鲁迅伊对中国有贡献，迄嘛是伊的贡献请问鲁迅对台湾有啥物关系？完全无关系对无？鲁迅对台湾完全无关系结果城大甲伊的铜像囥伫校门口，所以我想按算这灵感我看要会发动大家来甲抗争咧，真正校门口囥鲁迅的铜像咧创啥？这甲城大有啥物关系？伊甲城大一点贡献都无，对台湾一点贡献都无。城大校门口毋知囥林茂生的铜像，毋才有道理。结果咧囥鲁迅的物件，结果迄当时囥的咧，马英九执政的时阵囥的啦。2009年的时阵迄当时就是城大一寡统派利用马英九的时代调工，甲创鲁迅的铜像囥伫遮啦当然鲁迅毋是歹人，咱毋是讲伊歹人，问题是毋是歹人，袂使着因为伊毋是歹人，所以着囥伊铜像伫遮若在座各位拢嘛毋是歹人，安尼各位敢会当踩铜像踩伫城大的校门口？要踩城大校门口，毋知对城大有贡献，像林茂生这来踩，毋才会对。结果讲踩鲁迅的铜像伫遮啦，真正。所以我后盖行政会我嘛搁来提案，
要甲这拆掉啊，车转形啊，形迄个形艺术家的形印啊，伊伫遮囥伤久啊，无需要囥啊久啊，真正诶，这是咧侮辱生态呢，真正是侮辱生态呢，这2009年诶时阵所囥诶哦。好，咱即摆搁翻头来讲，即个林茂生林茂生伊诶家属嘛有捐一寡伊林茂生诶一寡诶物件一寡文物像这是咱生态遮收藏林茂生伊诶即个博士论文搁有一寡上课诶讲义啦迄当时有展览出来另外咱去看，这是即个倒手边，这是伊诶即个博士论文英文版正边这是即个汉语版咱林总长老已经有翻好这咱今年出版过来呢，咱拄则讲着，伊伫即个美国读册诶时阵伫即个纽约克遐读册，哥伦比亚读册诶时阵呢即个纽约克遐诶即个Riverside Church 呢即个教堂呢嘛有请伊第二呢伊会想讲你为东方来，为台湾来会晓汉字，无你替阮写一个字一个所以即个字呢，上帝是爱，上帝是疼，这个由林茂生伊亲自写诶大字敢有请乌色来写？无呢，乌色嘛是伊嘛是伫遐读册人看咱台湾诶林茂生较够重呢，人也无叫乌色写呢，是咱林茂生替 Riverside Church 写诶呢，写了无但见人佫甲藏去哩教堂顶头迄个玻璃窗甲伊诶字体甲藏伫遐呢，藏伫玻璃窗顶头呢。你看安尼对伊偌肯定就好所以咱讲伊是世界级诶咱无过分对无过来有几张相片，咱嘛分享。这感谢咱林总长老透过林英梅女士遐呢提供的几张真珍贵的相片咱嘛伫遮分享互大家做参考这是即个林茂生，伊迄当时要去日本的时阵的进前的相片过来这是伊伫日本读册的时阵的相片因为看咱在座先摆有人知影伊是倒一位无凡说可能等下请林总长老才甲咱斗，因为我生少年所以认袂出讲少年时代林茂生教授是倒一位啦所以咱等下在座若有人知才甲咱斗迄个甲咱指点一下这嘛是伫日本读册一寡相片过来这是伊伫东京大学读册甲林献堂阁有一寡朋友的相片这嘛是等下才请甲咱讲是啥物倒一位这就较清楚徛咧即位这就是个林茂生这是伊的即个厝里的人就是林茂生来纽约去进修的时阵厝的人伫台湾的情形这是林茂生要离开纽约克，要去要去欧洲的坐飞机进前这是伊的即个大字伊的毛笔字我写了真水过来咱就要来讲一寡伊的白话字的作品咱即摆看咱拄则我有甲简单甲整理一下这是记一寡例抑阁毋是全部啦抑无完全列出来甲记一寡例即个林茂生的作品你像讲1908年伊伫台湾府城教会报因为台湾府城教会报中捌换过几若改名啦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叫台南教会报伊内底有写着日本消息，过来尽忠教史，说主救人过来内底宗教界经文过来戏出路德改教等等1933年伊阁有新台湾话陈列馆，你遐看人1908年人都用白话咧写作呢乌色后知后觉，对了，敢若孙文讲的后知后觉到1917年讲才开始咧用白话文咧写作。当咱林茂生1908年就咧写作呢，
都用白话字写安尼，过来你像讲1924年呢，伊就戏出戏剧的路德改教戏出drama 的戏出呢，过来1933年，伊就转换新台湾的陈列馆所以咱来看嘛，像这路德改教历史戏林茂生篇林茂生编1925年大正14年咱来看像讲即个新台湾话陈列馆这嘛真重要呢伊原文是白话字写的像这新台湾话陈列馆，伊写这伊主要就咧探讨讲迄个时阵1930年，咱台语内底加足侪新的语词啦，足侪拢为日语啦，无为英语尤其是日语上侪，吸收足侪新的语词所以伊伫咧探讨，就是咧讲即个 long word 借词要怎借啦，新的词要怎为外语借啦，互伊变做新的台湾话啦，伊拢咧探讨即样物件即另外伊嘛拢规个拢伫咧探讨即话翻做即个汉语版大概是安尼像讲切手小切手是啥镀金这是啥合资金这你若袂晓日语的，即个时代可能较袂晓变，但是伫迄个时阵是台湾人足普遍会晓的即摆是因为日语着向切断，台语嘛愈来愈无练转咧，所以变成即摆台湾人着对遮语词着无讲介了解过来毋若安尼尔呢？伊嘛做即个台语甲英语的比较呢，像讲一寡英语的俗语甲台语的俗语免啊对比，譬如讲咱来举例啦咱这为伊的即个你看林茂生的英台俗语英语甲台语的俗语为即个教会公报596卷1934年遐呢，咱有甲摘要出来我只出6题啦来。有人要摇看卖无？这英语是安尼讲，咱台语是相对差不多对一个台语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先甲答案甲用出来咱举一个例啦举一个例就好啦像讲久笑比无尾咱台语久笑比无尾英语要安怎讲伊就讲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 咱嘛开始咧做这台语英语呢。所以你讲即摆咱即个蔡总统因要推销即个双语国家人林茂生时代就咧推销双语咧，人的双语是台语甲英语咱毋知惊台语甲英语，对无？若搁伫遐推销华语甲英语，迄就无采工咱着台语甲英语，人这早前林茂生人就是安尼伫推销人就是双语国家就是台语甲英语啦这个真济这互大家家己会当做参考啦好，因为时间有限我着简单速记先讲到遮啦咱再搁互另外2位来宾还是讲啥物人要来做补充了呢大家再搁做伙来讨论安尼感谢大家努力好，真多谢周教授遮精彩遮的分享煞来咱遮明志长老来甲咱回应拄则我伫迄个咱的 chat room 有看到讲林茂生的千金林永梅女士嘛有在场啦所以是毋是讲听明志长老讲了时阵迄个永梅长老永梅姐你若是还搁伫遮看你要补充几句无好无煞来咱较来请林俊玉长老来补充好无来咱请明志长老。你爱甲迄个麦克拍开，无听到你的声。狄教授平安，大家好，我是林明志，林茂生博士是我的阿公，拄仔听到周教授的分享，感谢真济除了咱台湾人家己爱拍拼会输以外，阿公的代志渐渐得到人的重视、肯定甲纪念阮做子孙的时是真欢喜真感恩。阿公对我来讲亲切
生分啦吼。亲戚当然因为伊是我的阿公吼。自细汉伫厝里就常常听长辈讲起阿公的代志吼。阿公的故事实在是真济啦吼。对2岁就会当背诗吼。5岁就因为会晓读诗吼，来得着奖吼。伊写的毛笔字，自细汉就会当用毛笔字甲人写对联，替教会写这个圣经教士的对联吼。嘛会当迄落伊嘛弹伊的风琴弹甲足好咧吼。嘛捌担任教会的事情嘛。阿公的故事吼，敢若拢讲袂了啦吼。所以感觉起阿公就足亲切咧哈。咱讲到阿公的代志，就敢足 personal 安尼吼。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到阿公嘛，敢就生分啦吼。因为228事件的代志吼，阮遮做孙仔的拢毋捌看过阮的阿公。人别人有讲听阿公讲故吼，甲阿公散步吼。这个代志对阮这做孙仔，阮拢无即款的经验啦吼。事实上，阿嬷落尾伫我读中学的时阵吼，知影阮这孙仔拢毋捌看过阿公，毋捌甲阿公做阵生活过吼。伊捌录音吼，即群的录音来甲阮讲这关于一个阿公的代志吼。所以阿公对阮来讲，亲切生分感觉敢若人生就敢若欠一角什么货吼。就无阿公遮尔好，遮尔贤，遮尔出色，但是阮无迄个福气吼，甲伊做阵伫遐生活，领受伊的祝福吼。不过虽然阮毋捌看过阿公吼，毋捌甲伊共同生活，但是对阿嬷、对爸爸因兄弟姊妹，逐个分享囡仔讲起阿公迄个少年的迄个情，互阮印象真深吼。就是因到老来吼，嘛是抑阁真少年阿公，所以阮会当知影讲阿公在世的时阵，伊的确是一个真正疼家庭好的丈夫，一个真正疼囝儿女一个好的老爸吼。对伊的学生对阿公的尊敬甲少年嘛会当知影，伊毋是敢若一个传授学识的老师尔吼。伊实在是一位帮助伊的学生伫人生的中间会当得到更较丰盛的祝福的一个教育家吼。对解严以后吼，关于阿公的册甲文章愈来愈侪吼。互阮看见着阿公伫伊短短60年的人生的中间吼，其实伊对台湾的台湾的一切作为，对台湾的贡献吼，大超过阮自细汉所听过吼。今仔日周教授分享的一寡吼，我较早我嘛毋捌听过吼。所以对阮来讲，实在是真有意义吼。真感谢。对阮遮的子孙来讲吼，阮为着阿公，阮会感觉真正光荣吼。拄啊张教授列8项阿公第一的迄个代志吼。这对阮来讲，这是真光荣的代志吼。嘛真正感恩吼。伫咱台湾迄段真正动乱不堪吼，混乱的时代，充满挑战的时代吼。阿公将上帝所赏赐伊的温书，伊的疼心，伊的学识，甲伊一生所得到所有的机会吼，拢来奉献，来用遐来服侍咱台湾迄个世代吼。这是阮的模样吼。伫阿公迄个时代，伫伊少年时，伊去东京去日本读册的时阵吼，伫东京有一个台湾人的留学生所组织的一个组织吼，叫做高山青年会吼。这高山青年会落尾改名做东京台湾青年会吼。阿公是这个高山青年会头一任的会长吼。
这个高山青年会有一个宗旨吼，我感觉用来描写阿公一生伊的理想真适当吼。这个宗旨就是讲涵养爱乡的心情吼，发挥自觉的精神吼，促进台湾文化的开发吼。我感觉这来描写阿公一生的努力甲打拼吼，是真适当。今仔日我真感谢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主办单位，互我一半时间吼阮自细汉听足济吼，嘛袂当直接一一来讲，总是真感谢大家对阿公一生的努力伊的志向的肯定甲纪念吼，嘛期待咱今仔日台湾文化论坛会当圆满会当成功，嘛期待台南林茂生纪念图书馆会当成功吼，安尼甲大家做淡薄仔回应，多谢大家。感谢明志长老的回应。迄个英文这你敢毋知有伫线顶无？你敢会当要甲恁？我拄仔有看到伊吼，但是即马佫无看到伊蒋教授咧讲的时阵，伊有伫咧我即马就无看到伊伊无定已经 sign out。好，安尼无，咱刷落去请即个林春玉长老来甲咱分享。因为这伊拄则伫甲你下手有吼，有无请你把麦克拍开好无？无可能。伊足后诶，今仔才学我烦恼讲，伊袂当起来哦，我看录音带，结果家己我都创起来，足后诶。无，因为这你敢会当甲麦克拍开，来甲恁讲几句话。下骹 unmute， 做迄个倒边下骹二 unmute。iPad 倒边。安尼有听无？有听到？有真好。有。有啦吼，我头壳退化啦吼，有较差啦。嘛佫我会当，我伫听，我足感动，讲大家对林茂生的即个看法甲认识吼。我嘛是有感觉讲，咱台湾人确实有对台湾的代志有关心吼。这是咱台湾吼，经过伊在60年的中间，经过2个朝代，真歹朝代，就是日本的统治，甲中国的统治啦吼。这2个这朝代因有影甲台湾做做殖民地，无爱看到伊的殖民地人会当赢过因吼。这是一个。我想，阮林茂生对因是一个挑战啦，所以因也对林茂生有真大的，就想要直甲砍伊的才情啦吼。这是咱对想我因为本身经过日本的统治的迄个直接的感觉是。因为我细汉毋知影，但是中国伊对台湾是真用足大的境界来伫阻挡台湾人的表现啦。因知影台湾的进步，台湾人的文化程度，甲台湾的教育程度会悬，互因。至到因吼不得不是真短时间，就甲这有受教育的人，有志向的人，有理想的人，先甲伊逮好了。这就是2八发生的实是上大的原因啦。当然，阮老爸袂免你伫这受害的人的其中一个。这是我袂当，是咧，
好，我即摆莫讲这个代志。我咧讲，阮老爸伊对台湾的文化真关心。伊逐个拢有讲过，伊对台湾话白话文的努力真大，就是用白话文才会当普及咱用汉文化、汉文的汉文做咱的主要的言语，但是伊上要紧就是咧白话文的发展，才会当普及教育，甲普及迄个文化的成长吼。所以伊伫教会台湾的教会公报吼，伊一直拢用白话文伫写吼。啊，伊去美国留学的时，伊实毋是去留学，日本人实毋是要派伊去留学啦。伊是因为迄个时阵文化协会吼，林茂生的演讲啦，还是林茂生的遐因的下跪下校啦，啊，甲伊咧写文章写真济吼，日本人已经挡袂牢，啊，怎送伊出去讲你去美国行行，要互伊一年去佚佗啦吼，讲叫伊去参观美国啦。啊，伊迄阵要去以前，伊就知影哥伦比亚大学有几个教育家。伊真爱甲因熟悉，所以伊去到位吼，因遐就要请伊做教授啦，叫伊教东方的哲学。啊，伊讲毋是哦，我袂当蹛恁遮教册，我是来讲爱甲恁熟悉吼，啊，爱甲恁交换这教育的迄个对教育的。理论的一种的探讨吼，互相探讨。但是以后因讲，啊，你伫甲阮讲的时，你就会使去顺啥去考试，你就摕学位啊。啊，伊臭名伫遐摕第一年摕硕士，啊，因就毋放伊走啦吼。啊，伊讲我一年到啊，我一定爱离开，我嘛无钱。伊讲。阮著甲你，阮著奖学金互你啊！你搁读一个就好。啊，恁主要因要爱甲伊讲话啦。啊，所以伊咱留伫遐，伊咱著伊搁加留一年，爱摕博士。啊，迄个中间，因讲伊欠一个外国语言。啊，伊迄阵伊伫 International House 伫住诶时，伊隔壁房是一个德国教授来伫。哥伦比亚伫研究，所以迄个教授讲：哦，我甲你讲，你甲我干那暗时甲我食饭，你就会使去甲考因的迄个鉴定考试，德文的鉴定考试，你毋免去修课哦，你毋免修，你甲考爱若通过就是你就有德文的资格啊吼。啊，有影伊就甲伊暗时甲伊食饭，伊安尼学着德文啦。啊，伊去甲鉴定考试选，伊搁加一个外国语言出来，所以伊免修课，啊，就简单的就一年主要的课摕咧，伊就摕博士，就安尼离开。啊，因实是爱要搁直甲留落，伊讲我袂使，我台湾一群洋群咧等我，伊安尼讲，迄就是伊一心要为着台湾的教育吼，甲迄安尼一生。要做即个教育的工课吼，台湾的教育。啊，伊对迄个家己的言语的重要吼，台湾白话文的重要。伊吼伫哥伦比亚迄阵，伊去买一个 typewriter， 啊，伊叫迄个公司甲伊加做一个迄个记号，就是伊要拍白话字的时，要遐个音吼，会当拍迄个有无？八音啊，几音？伊欠字，伊讲伊甲加添一个字，迄个字落去，伊就会当拍加，就迄个音，伊就有够会当拍八音。所以伊转来拢用 typewriter 伫写白话话，伫教会迄个教会公报吼，伊继续伫写，就是拢用拍字，用伊个 typewriter 拍字。即摆迄个 typewriter 我甲放伫成功大学啦。
但是我无甲因解说，因可能毋知迄个typewriter甲一般的美国 typewriter 有无共款的所在吼。即我伫遮接安尼讲，即个吼，即 Riverside Church 这是吼，嘛是一个故事。伊伫遐伊 Riverside Church 本来是一个细细的木造的教会，伫迄 International House 的边伊对个窗仔着定来当看，伊也拢去伫遐咧做礼拜。有一日，迄个火烧去，迄个好家人，怎么忽然间讲在 Rockefeller， 对 ，Rockefeller， 对，迄 Rockefeller 甲伊要到遐去做一个教会，因有设计，因设计中间因有一个 window， 迄大礼拜堂的倒边有5个 window， 就上中的 window， 迄个窗仔吼，因要设计互各国的人写上帝是爱迄字，迄个句吼，伊来甲阮爸爸讨伊写伊的字，所以伊家己本身无看到迄个教堂完成，伊就离开啊。伊起好诶时，伊还袂起，迄阵伊要离开诶时嘛还袂起，但是伊知影伊诶字会互囥伫一个 window， 会啥物款伊毋知。尾来战后有一个美国将军，去甲翕来摕来互伊看，伊有看到迄个伊诶字伫迄个 window 顶悬。这是我伫遮加听的吼，我尾仔去看，迄就是伫咱的目睭看会到的所在，迄 window 足大个，伫上下骹，正边是用英语写 God is love， 倒边就是上帝是爱，其他的各国的迄个文字拢有伫顶悬，安尼正大吼，有各国的文字伫遐。用拢是上帝是爱迄个话，我伫遮，恁大拢已经对即个大讲拢真详细讲阮爸爸的代志，我要讲即个教会公报吼，对第一期到我即马。拢伫 Oxford 大学有收集，恁敢知影即项代志？毋知吼。所以教会公报吼，咱的教会公报毋通甲忽视，即 Oxford 大学拢有甲收集。所以咱教会公报吼，实在是咱教会公报，因为真少人读，就是因为。拢是基督徒伫读啦，所以教会公报伫咱大人正侪人毋知影啦，毋知有即个教会公报，也无伫读即伫白话字，几乎拢是拢是基督徒，有读过去伫读圣经，拢用白话字伫读，遐个人伫读所以吼，基督徒以外人拢无毋知有即个教会公报，所以咱若看咱台湾以后要甲即教会公报安怎推广，互台湾人大部分的人会当了解，也是爱读，也是参加，也是写作吼，拢伫遐咱可能这对以后要推广台湾话。水的台湾话吼，也是一个真好的工具啦吼。即台湾话吼，也是讲咱这下门音的汉文吼，其实是真古的中国话啦。所以你若要读过去，甚至你会使讲对足早汉诗、唐诗遐吼。
迄要押韵，迄诗吼，若用咱台湾话的，还是讲即落这闽南话，还是讲下门音的汉字汉文来读吼，拢总押韵。啊，这是吼，我伫读大学的时阵，啊，迄教中国诗的老师啊，逐个讲，伊就甲阮教迄韵，若是什物什物有什物迄押韵吼，要甲念甲规大堆，啊，逐个讲，啊，嘛个阮若读个诗，都拢无对咧，逐个拢发现着吼，讲屈原立书，屈原啥物诶，啊，你平平仄平平啥物迄吼，拢袂对啦，含迄汉文迄什物，你唐诗啥物，你甲读拢袂对。先生逐个讲，哦，失传了，失传了，失传啊啦，就是讲因用即卖中国话来读，拢无中国的国语来读，拢袂押韵啦。迄若用台湾话读，逐字拢押，逐条诗拢押韵。所以咱吼伫这个所在，若咱较注意咧吼，啊，中国人定伫甲咱。中国人伫电吼，拢实是因家己拢无，因家己也无了解历史，也毋知影历史，啊，搁要甲台湾人颠过伊外交，迄实是真可笑的代志，我是安尼想啦。所以吼，我对台湾的汉诗还是汉文。我嘛真感觉足重要，啊，白话文，迄就是做一个汉人，还是做一个台湾人，都有相同的责任。你若要做咱白话文，嘛着真爱推广，毋通用咱即摆中国人着用北京语做白话文的方式，咱台湾人着爱徛起来，会晓讲。用台湾话做咱台湾以后的语言的工具，啊，毋通搁再用咱的话评迄个北京话，搁较雅气，啊，搁较水，啊，咱一定爱推广这白话文、白话台湾白话的迄个推广吼，啊，咱伫以后可能咱伫学校还是啥物，拢都会当用白话来教学。咱应该着用即个方向来努力啦，咱的教育，毋能够用迄个国所讲的国语，还是北京话，还是啥，迄真无，我是感觉无真合啦吼，无合，咱台湾应该咱足有资格伫语言上、伫文学上，咱着爱真家己会当家己会当家己支配吼。咱的教育在向即方面来努力，我是安尼感觉。我简单安尼讲。感谢，因为这真互人感动哈，分享哈，啊，真感谢你，啊，互阮安尼这较少年的会当知影讲，咱的先人实是安尼对台湾安尼偌大的付出。啊，敢会当请教你即马住伫倒一搭？你住伫美国，住伫台湾？我住伫 New Jersey。住伫 New Jersey。我伫遮住真久吼。安尼好，多谢。好，阮上咱请主院长来甲咱分享。大家平安。他毋知有几分钟会当互我讲。在这点我甲，因为这通电话时，伊讲伊会当就来看，好欢喜个。我讲这就爱讲话，伊客气个好啊。足欢喜会当来甲大家讲话吼，啊，迄个配合接触甲帮忙吼。互伊安尼足好诶，而且家己一个人住New Jersey诶，
几分钟？啊？你讲当我讲几分钟？无听到哈 ？OK。因为这是即马大家看遐已经是年纪足大吼，啊叫要我多做遮，我是感觉足感动的哦。啊，更较感动的就是讲，我甲伊熟悉是即个3年前吼，2012年，2020迄个12年伫迄个萧正文牧师的教会家团教会有办即个安尼有看到吼，世界即个教师跟台语教师跟研讨会啦，又来参加啦吼。啊，所以讲，伊精神是足好佳嘿。啊，伫即个中间萧正文牧师有甲我介绍，特别甲我介绍啦。因为我甲萧正文牧师捌讲过，讲我伫迄个因迄个爱乡基金会有出版，伊拄则讲即个周文教授拄则嘛有介绍，即个阮的夏英大书典吼，即本书典内底，迄当时个爱乡基金会有出版，啊，佫有加汉字，即个用毛笔写汉字啦。啊，所以我看着我就讲我要买吼，伊讲无得卖啦吼，啊，着爱奉献啦。啊，所以我有甲奉献，啊，才有摕着迄本啊欢喜甲吼。啊，萧正文牧师知影我即段故事，所以特别甲我小解，即个下课了后甲我小解英文这甲我熟悉吼。啊，伊就足欢喜诶，伊就讲啊，伊迄个博士论文有用中文版诶吼，啊，讲是毋是会当用台语版来出版？我讲这我上爱啦吼。啊，所以结果我有甲请创上网台语新闻诶网站面顶去吼。伊遐大家有人读啊，啊，迄周文教授佫有读着啦吼。啊，所以伊一摆就问我讲是毋是会当摕来出版？我讲啊，足好诶啊，吼啊，我就爱重新来个整理啦吼。啊，所以有甲重新整理，我请人校对了后，啊，我正这初稿已经交周文教授吼，汉罗版啦吼。啊，即个我嘛有软底会当转做白话字版吼。啊，若有要出诶时阵，同款会当。经过人校对了后，就咱会当出来嘿。啊，即本即个我翻译即本了，我感觉讲较像啊，足感动诶吼。我安尼入暝安尼一直甲翻，敢若半年就翻好济就上网啊啦嘿。啊，感谢这个有即个机会。啊了后要出版诶时阵，啊，我就搁甲即个因为这报告即件消息啦吼，讲要来出版诶，伊嘛欢喜甲吼，会当用咱台湾诶母语来出伊诶博士论文诶。啊，所以真侪资料，啊，我甲伊拢用目前用电诶啦，本来要去找伊，因为疫情诶关系哦。伊讲有一寡足侪相片哦，伊即所有伊已经是迄个林茂生博士诶。第2代剩伊尔啦吼，啊，报大家知，爱正搁足要写因老爸诶传记吼。林茂生博士诶传记，敢若到目前无人有真完整来写啦吼。啊，即个吼，因为这会当家写出来吼，啊，我嘛会当甲转做即个台语版来，互大家大家来读啦吼。啊，即个迄个。即本夏英即本吼，即本字典啦，假使讲，我感觉吼，伊是伫美国伊诶亲戚讲伫波士顿附近有一个做出版诶吼，啊，所以有去甲出版，啊，但是伫台湾无正式出版就对啦。所以我感觉讲，咱这顺线吼，会当正式来出版，这就是白话字诶字典，伊才开始嘛吼。书店诶，啊，佫有迄个林茂生教授诶爸爸，林彦成牧师秀才啦吼，都亲笔写诶汉字哦。我感觉这对咱台湾来讲嘛是真有意义啦吼。我个人简单讲到这，我先讲话吼。多谢大家。啊，以后嘛有机会，嘛要讲要全部来了解这本博士论文哦，咱嘛会当找另外一个时间哦。
大家会当来讨论来看嘿。这对咱台湾人来讲，我感觉意义是足有意义的啦吼。啊，伟文教授怎啊要甲出版吼，我感觉这是足好诶代志嘿。多谢。郑阳兄宝贵的分享啊！哇，你会当安尼遮还保存遮侪资料吼，啊，实在是互大家加正方便啦吼。咱即摆时间吼，咱就开放吼，开放 Q&A， 啊，看有啥物人要发问的吼，啊，咱即摆就甲即个时间开放，好无？拄则有人咧问讲。迄间林茂生教会，迄间是叫做啥物？河边教会啦，吼，伫纽约嘅叫做迄间教会名叫做 Riverside Church 啊。Riverside Church。对。拄则有咧问讲，吼，即马目前有人咧问讲，吼，台南市嘅图书馆本地是伫迄个公园路和民族路嘅交界，啊，即马改做即个远东百货公司，吼。啊，拄则单位先生伊有讲着讲，伊捌伫即个台湾文艺啊读着即个林茂生的口述啊，伊是讲本地迄个林茂生的旧厝吼，就是迄卡位仔的所在，到尾啊，互日本人征收去啊，就迄卡位仔改成拢叫做五园啊，吼，改成迄个范围不止啊宽的款。啊，你敢有清楚即件代志？就讲恁旧厝的所在。迄是林茂生伊出世的所在，啊是因家族拢伫台湾，就是拢住伫遐吼。迄个旧厝，啊，迄个日本来了后，迄个所在伊甲征收啦，嘿。啊，所以我感觉伊无形中就安尼感觉，图书馆敢若含伊是一个足有缘的，含伊的身世，毋是雕工啦吼，嘛个就是安尼有缘的轮替吼。伊也爱册啦，两本爱册，所以我感觉是一个真有趣味的一个多谢。敢会当搁煞只搁问一个问题？拄则即个郑校长有讲着你咧写林茂生恁四大人的即个传记，毋知影进度差不多啥物款吼？啊，差不多会有包括偌济内容？咱个大纲敢有出来安尼？这我袂当讲，我实是吼，这实是不应该是我写的啦吼，我定安尼想啦。我拢期待阮的兄弟要写，真无拄好，拢一个骗我较早去，我剩我一个吼，我才想讲，我国不中的爱袂晓，毋知嘛是着爱写所以我嘛毋敢讲我的进度，我就是因为吼，阮老爸过身了吼，实是真侪物件都无，拢失线，直直无去所以足侪资料，即摆要有哪扣吼，这足用时间啦。所以我毋敢，我嘛毋敢互知影讲我要写，这是即个无张持，互即个林俊勇长老知去还是我无张持讲，阵伊讲出来，害我即马都真凄惨啊！敢若会甲问题，就会甲问讲你写安怎？你写到对？我大概我就会实在是真凄惨所以我即嘛嘛毋敢讲嘿，袂当讲啦，毋是毋敢讲，袂当讲嘿。
我着会当做到对，就会当做到对安尼尔。真无，啊，这真重要，这即马吼，这个记忆吼，若袂当完全写，介只用录音录起来吼，啊，请人去甲你访问，安尼嘛是一种方法。啊，着即个代志拢是足，我着感觉是真费气的代志，无想着好啦，我真欢迎恁的建议啦，啊，嘛个着，这我着爱足有计划吼，我即摆要是，我敢若我知影的安尼写尔，有足侪代志，伊的我迄世是拢毋知影的代志遮多吼，因为我太细汉了，主要我10岁时阮老爸离开，所以会使讲了伫真戆的时阵发生的代志，着嘿，我有想要努力啦，安尼尔听。愿主祝福你哈，即个传记会当安尼完成。其他敢有啥物款的议题要发问？我敢会当请教即个蒋教授哈，你即个要推动林茂生，用林茂生的名哈，做台南市即个新馆的名，即件代志毋知除了讲有发一个声明吼。啊，其他敢有其他的团体啊，甲恁咧斗做？有迄个咱有即个台南市的议员啦，吼，有几个议员我有支持，啊，嘛有联署，去年都有提案啦，吼，啊，当然拄开始提无过吼，啊，所以咱今年今年28个台语歌诗的文化节内底，咱嘛阁有共讲吼，啊，嘛会阁来拍拼看觅咧吼，今日咱阁会逐工拢来甲推索啦。透过议员，搁咱遮一寡本土社团呢，会过来拍拼看觅呢，凡说会有机会啦。因为今年会有选举年嘛，年底会选举嘛，所以像讲即个阮台南原底即个中正路阮伫遐话讲爱改名，改做其他的名较早都拢无爱咧，即摆呢总算呢有小可有改着啦，就是中正路头前迄正百户呢，有改做汤德宗大道啦，有改名，毋过改一半啦，就是为文学馆为迄个文学馆遐就是原底中正路1号遐开始，才有正百公尺长迄段路有改做汤德宗大道啦，因为汤德宗就是伫遐圆环遐，迄国民党掠去刣的，所以遐有改做汤德宗大道。毋过伊无规条改啦，就是改差100公尺啦，当然是有比无较好啦，有比无较好，嘛是因为拄好今年要选举啦，所以即个市长呢，为着要摕一寡选票，当然伊爱有一寡动作，所以咱嘛是过来拍拼看觅咧，看是毋是伊市立的图书馆嘛会当搁用一个即个林茂生的纪念图书馆这认真讲呢。对伊来讲也免开啥物钱迄就敢若改一个名尔嘛，迄嘛无啥物争议也无像讲像中正路这要改名，伊可能阁会国民党会较大反弹，这市立图书馆这都讲歹听迄个文化局若同意，就拢会来改一个物件，也无啥物争议啦，应该是阁拍拼看觅咧啦，当然若会当阁较侪人投入若较。就较一寡政治关系较好诶人，较会当各方面咧甲市长咧甲欢迎海内外拢做伙欢迎，我相信应该会效果会阁愈好啦，愈侪人欢迎伊就会开始接受啦，多谢。迄敢是较早迄段，敢是较早叫做银座诶所在？大概叫做银座嘛，就是较早伊个古早迄个市政府头前迄个。OK。
我小可讲几句啊话吼。真感动，即个蒋主任啊，伊要甲即个清代的迄个林茂生教授的迄个铜像吼，争取来甲放伫即个学校门口吼，这是我看伫台湾所有的人，甲国外大家拢非常的支持吼，所以希望迄个迄个蒋主任，你若需要阮逐个配合吼，你甲阮讲一个，逐个做伙来合作吼，互即件代志会当来完成。因为迄个林茂生的查某孙迄个绯闻吼，就是我的小婶啦。所以阮有咧做伙吼。所以头拄林律师咧讲即个文章要写吼，我是感觉讲你遐孙辈，阮袂少足够写文章的吼，逐个会当甲你斗相共配合来做安尼，这是小小建议，多谢。多谢周视频，周视频是咱即个南加州遮吼，因为爱文教会遐有开一间台湾学校，有开诚济宝贵的课我想鼓励讲，看恁台湾学校吼，看咱开几学校来接一寡囡仔吼来读台语。阮有开台语文的班啦，阮有台语文的班，8月2阮有开课。我搁补充一项代志吼，迄个当然，即个校门口若会当用林茂生教授来做一个艺术的一个雕像的一个意象，我想这是非常好啊吼。但是伫迄进前，因为即个难度较悬因为我毋是校长吼。伫遮咧，阮至少阮做会到，就是阮即摆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吼，今年咱有要用一个台湾语文的奖学金其中呢咱有一个奖项，就是林茂生教授的台语教学优良奖，咱要用即个名来甲设啦因为咱即摆为去年开始呢，咱成大才有即个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嘛算是重点的大学就是要培育即个台语的师资台语的师资这为大学部阁有即个学士后即两个方向，在职专班两边拢有所以呢，咱为着要鼓励遮特别是大学部、日间部遮学生来做台语的老师所以咱有设立一寡奖台语文的奖即个奖学金其中一个因为林茂生教授伊就是做老师所以呢，咱特别用伊的名作为台语教学优良奖咱有按说每年提供6个即个名额每一个是新台票10000块要互现职的迄个2万块，毋是1万2万块要互即个咱伫成大一遮咧培训，当要做台语老师的遮个人咧伊有一个即个即个名称我拄则讲了小点正确来讲呢就是甲即个教学啦咱歹势遮我搁看者咱有因为咱有几啊奖啦林茂生是台语教学优良奖这是鼓励现职的成大老师来开甲台语文有相关的课这每年有6名每一名呢是新台票1万块另外迄是迄个师培精英奖，是学生的部分学生的部分咱嘛是每年6名一个拢是2万块学生因为较欠钱，所以咱互学生搁较济的奖学金啦另外呢咱嘛搁有用王玉林啦、王玉德啦搁詹文生较早伫德州大学的一个教授伊嘛咱成大迄个校友詹文生教授搁有即个郑良伟教授搁有巴克的牧师搁有郑义玉牧师咱有搁有张发泰先生咱有用即几个人分别有颁发无共的即个奖学金要鼓励台湾学生搁有包含外国学生嘛有，互外国学生来学台语
种种吼无共，咱有遮无共款的一寡奖学金吼，啊，这咱为今年开始呢，会正式来实施吼。啊，即嘛真感谢真侪海内外吼，包括咱即个郑龙光先生即边嘛有甲咱斗赞助，啊，搁咱詹文生教授伊的即个家属啊，搁咱张发泰先生啊，搁有真侪国内外，啊，搁咱美国的即个曾成业先生真侪斗相共所以咱今年开始呢，会办即个台语文的即个奖学金所以这嘛伫遮做一个补充多谢。咱遮个性有袂少迄个成大的毕业生嘛是讲嘛无一定爱成大毕业生啦就是讲成大的迄个校友会有伫美国成立一个基金啦所以若讲假使讲要管较大条的有需要报税还是啥物款，会当透过即个成大校友会，迄是伫美国设立的基金会，了后因就会送支票去互即个张教授遐指定要管的时阵爱指定即个台湾语文职业中心安尼无毋对啦张教授。嘿是，感谢嘿，若是有需要，会当再搁等下私底下再搁甲我联络嘿，真感谢。我会使讲一句话，请讲。我迄个迄是毋知1970几年款我怎袂确实年代，就是过去伫上早入去台南高工，就是即摆成功大学的前身高工遐个毕业生甲林茂生做一个同乡，迄个半新的同乡伊迄寄付互即摆成功大学着敢若拄啊张维文先生有讲讲迄个同乡毋知拢囥伫倒位我是一遍真偶然，我知影有迄个同乡迄个伊寄付的时阵，我有去参加过，但是以后我拄带我的孙仔，大讲要去，我带伊去看，要看迄个同乡因大概迄阵拄228，伊甲摕出来伫迄个新的图书馆遐囥的款啦，我去有看到，迄个叫做王建文先生，伊伫遐咧准备228的代志的代志，伊看我，伊怎甲毋讲你敢是林茂生的亲人林茂生教授的亲人，我甲讲是，伊尾仔伊有伫遐真以后做一个纪念会啦，28的以后搁做一个林茂生的纪念会，有真好意，请因的台语系的学生起来用单来读诗，搁用小泰然的歌唱台湾话的歌，甲伊纪念我感觉我对迄王建文先生，伊对即个228，也是对台湾的一个伊的好意啦。我尾也知影伊毋是台湾人，但是伊敢若真关心这228，也是对台湾的代志有敢若有关心我是即点我感觉，若张维文先生教授若会当甲伊联络，可能阮爸爸迄同乡伫倒，我是一直去拄啊看到伊是伫图书馆，就是讲因特别备办228，要做对过去228受伤的遐真侪学生嘛受害嘛有诶无毕业，有诶啥因兜要发迄个证书，互伊也要甲因慰问，伊咧做遐代志，我就感觉真感动就是讲，所以我
我感觉若王，迄是王建文，当年嘛真晓讲嘿，一个少年的教授，伊真好意，真好意，甲尾仔佫请我去迄个伊拉去做，甲阮爸爸做一个纪念会。多谢即个英文律师补充吼，有迄是王建文无毋对，伊是历史系的老师啦。拄则讲迄是2017年，迄当时拄好王建文做图书馆馆长的时阵。对，安尼对。展览，所以拄则我照迄张相片，拄好就是有林茂生教授伊的铜像有摆出来。对，展览了就甲收起吼。即摆换人啊啦，因为即摆换的是较毋是做人文研究的馆长啦，所以就较无现实啦，即摆馆长就较无现实啦，即个铜像就是过去伫日本时代正早期有互阮老爸教着的学生，因去扣钱做的铜像啦。迄阵老啥物，迄过来伫台咧做教授，诚济人因扣钱去做迄个铜像的。有迄个换无共的馆长啦，所以即摆我就是顶届学校的行政会议，迄当时建议图书馆要改名嘛，尾迄馆长即摆馆长嘛有来找我谈啦，但是看起来即摆即个馆长对这较无重视啦，我是来讲上无你嘛甲铜像迄个现有的已经有诶，囥伫门口入口迄边嘛，一入去人就拢看会到诶所在，上嘛爱刷咧遐，因即摆是就讲让啊收伫着一个较无人知诶所在啦，所以阮即摆嘛是会拍拼，就是讲上无你爱甲囥伫入口诶所在，人学生老师要翕去，就拢知影，拢看会到是啥物人啊，这阮会过来甲伊沟通看觅咧。上歹就是搁等后一面馆长啦，反正这馆长拢2、3档就换人啊，伊若即个若无同意，就是搁等后一面搁看觅咧安尼，多谢咱搁差不多有10分钟咱就来结束所以若有想讲要发言的，只把握机会迄个明志长老，你敢有搁伫遮我想你真无闲，你敢有要讲几句，补充几句？我伫遮，我真感谢今仔日阿哥会当来，阿哥伊当然对阿公的代志知影搁较济会当用搁较迄落是真侪遮个故事来帮助咱，上少对我来讲啦，帮助搁较认捌阿公咱看起来咱即马对台湾的文化、台湾话即个迄落，大家拢有一个共识要来推动我想这是阿公真大的心愿当看到即项代志咧进行，我嘛真感恩，真感恩，多谢。多谢。即个郑学长了，你敢要补充啥物？无听到你的声。我是感觉讲即个林茂生教授的传记有影爱好好紧来甲整理甲出版啦所以即个大家所有留资料，就是讲尽量集中画来即我是感觉讲我最开始就对黑白的资料就遮有一寡同工就拢有感觉讲林茂生教授较是咱台湾人的骄傲的人物啦真可惜就是228事件去发生安尼但是伊的精神，咱要知影人会当集中画来紧来甲完成伊即个传记啦我想这会影响搁较侪人诶，多谢。好，咱搁差不多有5、6分钟的时间所以若有要发言的，
把握机会。知影吼，迄个林宗义教授吼，又留一寡资料啦吼，放咧一个温哥华文化协会吼，会仓库里啦吼。咱若有需要的时阵哦，会晓去啊，会当去啊找诚济资料安尼吼。以上。我要先到这个，因为这吼，我读一篇文章，讲迄个林木生去美国读册的时阵，有受到迄个林家的赞助吼，这样代志你毋知毋知？有受到林献堂的家，因迄个家族有甲伊赞助。这我是无清，伊迄阵迄是伊摕日本政府的钱，迄相当足大的钱去吼。迄阵伊要派伊出去，讲这是差不多是一个外交官的钱摕出去。伊读当代，我相信伊过去要伊伫读册迄中间吼。对台湾去日本读册中间，我相信足侪人有甲赞助过。迄阵第一个要出去，逐个也真欢喜吼。知影，迄阵伊第一个离开台湾要去日本读册，迄变做足大诶代志吼。伊迄个时阵，伊一定受到足侪人帮赞。你讲林家，你是讲林献堂先生遐吼？你咧讲林家是林献堂先生？林献堂是嘿。对，我相信真侪人，包括伊，我相信足侪人，大家足兴奋，讲有一个人要去遐读册吼。伊再请教。啊？请教迄个林英梅女士吼，你敢有印象较早即个林木生教授甲伊的看守譬如讲伊伫美国册时阵，伊有寄批转去无？等于寄互恁妈妈，伊是用啥物话写？伊敢有用白话字，还是用啥物字写？伊大部我相信，我甲你讲，伊迄批拢无去啊。伊爱足勤写批，足勤写诶人。阮老爸无爱留，叫阮老母袂使留。我无了解啦，迄是阮老母安尼讲，叫伊着甲烧去啦。所以无。不过我捌偶尔伫对捡着一个明信片吼，伊有当用汉文写，用单话写，有当用日本话写。我想伊大概拢用日本话甲写。伊足接写批，我知影伊足勤诶人啦吼。伊若到一个所在，着甲写。明信片嘛诚济。我捌有当伫无张伫吼，伫烫死才捡着一张还是2张，我有迄款诶。但是我甲阮老母问诶是讲，伊伫美国差不多2年中间，伊有收到伊100封以上诶批。但是伊转来甲讲，你老岁要创啥，甲烧去好啦，安尼就甲烧去。所以伊对伊家己诶代志，伊无足看重啦，伊家己无啦。伊对伊家己代志阮老母家己烧了，家己讲，我哪遐讲听伊话即摆想起来是感觉足无彩，但是事实上是安尼。所以阮拢无看着。伊即有影，阮老爸写批是真简单，伊写咧，不管是伊当着甲写咧落去。哇，安尼今仔日真精彩吼，真珍贵诶一场即个
文化性的分享啦，哈。啊，续来吼，我来分享一个咱后礼拜，还是讲搁来几礼拜的活动啦，哈。哦，其实若第一遍参加即个活动的朋友吼，咱这实是按2021年1月时就开始有一个叫做台湾通信30档的读者联谊会吼，迄是为着要来编即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吼，会需要来成立的吼，啊每礼拜六共即个时间吼，伫遮聚会。啊，到差不多2021年吼10月开始，因为该动画城的任务已经完成啊，所以咱就甲咱即个网站吼，是讲咱即个群组吼，咱改名叫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啊主要的用意就是讲邀请世界各地的讲台湾话的朋友吼，来用台湾话来分享台湾文化的各种的面貌啦，吼。所以伫咱即个团体，咱的即群组内面吼，也真侪是按 Toronto、加拿大、Vancouver 吼，还是讲美国各地，啊，搁有欧洲吼，欧洲即个瑞士吼，啊，德国啊，各地遐拢有人捌来参加过吼，啊，搁来，啊，即马即今仔日的活动。这是今仔日4月16吼，啊后礼拜吼4月23吼，咱若毋知伫 YouTube 捌看过叫做一个台湾料理救援队吼，啊这是叫做台伙伴吼，啊用即个台语落去做网咖吼，一个团队吼，啊所以咱4月23，咱要请伊的即个负责人叫做王孝武女士啊来分享因制作即个网啊吼，即个 YouTube 拢会当看会到，所以你若是有想要去看吼，你入去 YouTube， 你家己即台来甲拍落去吼，啊台湾料理救援队台伙伴吼，安尼就找会到吼。啊，搁落去4月30吼，咱一个文艺青年叫做陈露吼，伊还阁真少年，30通岁尔吼。啊，伊要来讲即个，主要伊要来讲即个台湾精神的舞蹈啦吼，伊要整理即个台湾舞蹈的历史。啊，伊会用诚侪蔡岁月吼1930、40迄阵啊的舞蹈吼来做说明吼。讲伊即摆有足侪是，若是中华民国的时阵，足侪的舞蹈拢变做是即个中华民族舞去民族舞蹈去吼。但是总是咱伫日本时代时，就开始有现代舞啊，而且是咧讲台湾精神的舞吼。啊，而且我有机会去伫台北，蔡岁月迄个因拄啊好伫遐咧募款的汇款，啊，我伫遐看着因的几出的舞，我看了足感动的吼。伫迄当时有用即个台湾妇女吼做主题的舞蹈，啊有讲用台湾做事人的主题的舞蹈吼，还是现代舞、芭蕾舞结合吼，啊嘛有叫做中青花，迄是咧讲着228的故事的现代舞吼。佮刷落去，咱5月初4，咱敢是有要请即个陈文德先生吼，伊顶遍伊有来分享讲，伊有照着即个乡史补记吼，啊去说讲乡史补记的小说内面有记落来的即个西拉雅的即个文物啦吼，啊伊有因为时间无够，所以咱有想讲要搁请伊含陈瑞先生吼来对谈，啊即个节目的规划吼，请几个人，还是啥物款吼，还是啥物品质，还是啥物人吼，咱应该来 follow up 一下好无吼。啊，5月14本底是要请这万剧团吼来讲啦吼。万剧团因有一个 podcast 叫做一声好啊，啊毋过因即马当伫台湾咧无闲啦吼，因即马伫台湾伫遐咧公演
讲因啥物十日钓鱼场十日谈的款，所以也袂因拢也袂无法度人确定即个时间。啊，拄啊好秀婉有来讲吼，即马伫迄个Firefox 吼，有顶头因有一个 Open Voice， 啊有几位少年人开始伫遐要做即个迄边哪讲 Open Voice。Open Voice 就是讲因迄个平台内面吼，有开放互各种语言会当讲用即个 voice to text， 就是讲你若讲话落去，就会当迄个文字走出来，还是讲文字入去，声音走出来。所以因有一群志工开始伫遐负责人介绍即马目前是伫 Princeton 咧读即个 AI 方面的博士所以因介绍嘛有需要广告因即个计划，因为因有需要较侪人入去因的网站来讲台语啦因有需要遐个声音档的资料佫刷落去迄个5月21咱要有一位迄个陈文如女士伊是过去伫迄个苏格兰的所在伊也伫迄个苏格兰长老教会总会遐的教会内面，伊介绍也有加减有参与所以伊要用苏格兰因咧教囡仔的教育的方式来讲对台湾教育的启示5月28要请牵囡仔的手即个团队来筹备节目即件代志也无人正式伫遐来咧做主催所以好，咱佫需要佫联络好，我先介绍到遮好，若无人有啥物款要佫分享，咱的今仔日即个会议，咱就到遮为止若有趣味要佫留落来继续伫遮开讲的我们欢迎留咧好，咱今仔日的正式会议，咱就到遮为止，多谢大家希望寄望希望大家后礼拜共即个时间嘛共即个频道就共即个网链共即个 link 佫来参加好，多谢。谢。